梧桐花開，鳳凰展翅，大涌嘅喜鳳環有住點樣嘅風水傳說？喜鳳咧，佢就好似個鳳凰咧偏長咁樣，嗰個鳳凰要飛起，所以叫做喜鳳環。呢一座喺閣樓上面貼滿咗真金金箔嘅古老大屋，又有住點樣嘅傳奇故事呢？其實真金整咗落去嘅，所以呢幾十年上大半個世紀嘅時候呢，你睇下嗰啲色水嘅時候呢，都係金色響度㗎。本期嘅中山故事風生水起，喜鳳環將為你一一講述。從石岐嚟到大涌嘅卓旗山呢度，只不過10零20公里啊，咁但係咧風景就已經完全唔同啊！嚟到呢個喜鳳環村呢度咧，感覺咧就好似世外桃源一樣，仲保留咗咁大一片綠油油嘅稻田，而且咧村裏面咧好多碉樓啊，感覺呢度係古香古色嘅。係啊，嗱，500幾年前我哋嘅李氏家族咧，就從新會嚟到沙溪嘅藍田，又由藍田咧分支到嚟呢個地方。睇到呢個風水好好，哇！原嚟咧，無論地形啊，或者係呢度嘅物產啊，都非常豐富。所以嚟講，500幾年嚟，李氏家族亦不斷咁吸納同埋包容其他嘅族姓喺呢度咧發展成為一條比較有規模嘅村落。喺大涌鎮嘅卓旗山下，除咗疊石之外，仲有一個名好特別嘅村莊——喜鳳環。喺龍都，好多村名都同龍有關，龍穗、龍頭環、龍醉環等等，不過好似喜鳳環一樣用鳳凰命名嘅村名就唔多見啦。500年前，李氏族人嚟到呢一度開村，並修建起喜鳳環村，分內堡同埋外堡。大樓做個溫支嘅時候呢，就係大南、喜鳳環同埋嗰個南下咁樣呢，就3條村，就係我哋嘅祭樓嘅祠住喺大樓做。跟住嘅時候呢，溫過嚟嗰邊呢，就係李運砌啦。行入喜鳳環村內堡，你可以睇得到呢度嘅街巷都係以梧桐為名，好似呢一度嘅一切都同鳳凰有住乜嘢關係咁樣。咁樣喺呢一度開村嘅李氏一族，佢哋建村嘅時候，又係咪流傳住同鳳凰有關嘅傳說嘅呢？最初嘅時候呢，叫做新村。我哋嗰個新村因為中山市當時嘅時候呢，就有3個新村嘅時候呢，所以嗰個新村呢叫做竹仔林新村。近嚟嘅時候呢，就用翻喜鳳環嗰個名。咁喜鳳環同佢嘅背後嘅嗰個風水林有冇關係嘅？都有關係喎，不過我哋呢就好少去考究呢方面。既然村裏邊嘅老人都唔知道名嘅由來，或者我哋試下從另一個角度去推敲一下。佢同佢嘅山形咧，亦都係好有關係嘅，因為佢嗰個鳳凰嘅翅膀向一下嗰個位置。一彎過嚟咧，呢度係個鳳凰頭嘅位置。咁個鳳凰嘅翅膀同埋鳳凰頭咧，又形成一個環形咧。喜鳳咧，佢就好似個鳳凰咧偏長咁樣，嗰個鳳凰要飛起，所以叫做喜鳳環。我哋揾到咗堪輿學專家易安主任。易安主任一直都對古人嘅開村嘅歷史好有興趣，佢一直都希望用風水同埋科學相結合嘅方式，嘗試從風水嘅角度去了解古人村落選址嘅原因。從衛星圖上面可以睇得到，喜鳳環村後嘅風水林的確形狀好似鳳凰咁樣。喜鳳環嘅內堡，佢嘅位置啱啱好就喺鳳凰嘅翅膀之中。村前有寬闊嘅赤洲河流過，山環水抱，好一片風水寶地。咁按照古人選村落咧，其實係好重視風水嘅。佢哋選村落一般都係咧依山而建，依水而建。就我哋而家所處呢條喜鳳環村嗰度就係好明顯嘅。佢而家嗰條赤洲河咧就係喺個環抱形。我哋而家所處嘅呢條橋咧就係嗰個喜鳳環村嘅西北方位。呢個西北方位咧係呢條河嘅水口。即係俗語有講咧，叫橋頭鎮水口，財祿定長壽。呢條河咧就係對於喜鳳環村嚟講，佢向咧西北嘅地方發源，一直咧就係向南咧流出去，就係由磨刀門嗰邊行出去。佢形成一個環抱形，喺個玉帶環腰，好似一條玉帶咁樣咧抱住嗰個喜鳳環村。
唔可以唔佩服喜鳳環村嘅開村人尋找到咁好嘅一片土地，同時你亦都唔可以唔佩服開村人對村落建設嘅規劃。從高處睇喜鳳環村，民居建築排列有序，內部從第1項至12項排列其中，而且每條項嘅距離都係相等嘅。嗰陣時最初嘅時候呢就11條項，依家增加咗一條新嘅呢就總共有12條項噶啦。啊，其嗰啲建築嘅時候呢，通通都係樓式嘅建築，即係嗰個內部嗰度嘅時候呢就好似得一把交椅咁樣嘅。佢成條村就係分成咧12排，每一排起屋咧都係分成咧3進為一間嘅。啊，咁樣如果係按照我哋傳統文化嚟講咧，12咧係個好重要嘅數字。12咧就係代表12地支同埋12生肖。12地支每12年就一個循環，佢代表咧就係有生生不息咁樣嘅意思。經過山頂學校嘅操場，村裏面嘅人帶住我哋嚟到咗佢哋嘅風水林。喜鳳環村隔籬嘅風水林係大涌鎮裏邊唯一一片保存完好嘅風水林。120畝嘅山林裏邊生長住各種各樣嘅植物。咁其中又以黃銅樹最具代表性，係中山境內最大嘅一片黃銅林。嗰啲高嗰啲就係嚟噶，最近嗰棵就養到啦，一開村就有噶啦。黃銅樹佢就係東南亞熱帶嗰個樹種，就即係有啲藥用價值。而我哋都知道鳳凰咧係有梧桐樹咧，然之後咧先會棲息。我哋講有鳳來儀啊。我哋嘅南方唔適合種梧桐樹，所以取而代之咧，用黃銅嚟代表啦。超過行入喜鳳環村呢度咧，覺得真係有一種古韻悠長嘅感覺，特別係啲古老大屋咧，我就特別欣賞啦。就好似呢一棟碉樓咁樣啦，佢啲灰雕啊，包括佢嗰啲裝飾啊，都仲保留得非常完整。可見呢度當年係出咗好多嘅大戶人家㗎喎。係啊，嗱，講緊呢度嘅古老大屋咧，嗱，從呢條街嘅街頭到呢條街尾，10幾間嘅洋房同埋古老大屋咧，都並排喺度，一路落去都係嘅。而且嚟講咧，呢個古老大屋入邊咧，有一間保持得好完整。嗱，佢2樓嘅板帳當年全部貼晒金箔，到今時今日仲係金碧輝煌嘅。咁金碧輝煌嘅板帳保留咗80幾年咧，仲完好如新啦。不如我哋一齊去睇睇咯。行走喺碉樓林立嘅老街古巷裏邊，有一種時光倒流嘅感覺。咁據村民介紹，喜鳳環村因為華僑多，大戶人家亦都多。喺解放前，土匪盜賊亦都睇中咗呢一塊肥肉，所以村裏邊修建咗好多碉樓。呢種青磚古老大屋喺村裏邊比比皆是，佢哋嘅主人好多聚居海外，但係老屋好似守住一份承諾咁樣，聳立喺故鄉等待佢哋嘅主人有朝一日落葉歸根。而喺眾多古老大屋當中，有一間係最特別嘅。今年80歲嘅陳婆婆一直都係睇住佢大伯嘅一座古老大屋。咁呢一間大屋保存得非常之完整，你睇下呢一啲灰雕係咪仲好栩栩如生呢？呢間屋咧，即係個原屋主咧，就叫做李懷夫啊，因為佢去澳洲嘅，到一直到而家話嗰個喜鳳環啊，都冇間屋個入邊個裝修咁靚啊！呢個係第一。老屋最值得驕傲嘅地方，就在於佢2樓擺放神台嘅閣樓。佢嘅木雕唔單止雕工細緻，你睇睇呢一個木雕嘅獅子，仲有嗰啲柱，都係貼咗真金金箔嘅。就係用嗰啲黃金呢整成嘅金片嚟到貼落去。咁聽講如果有啲人識得佢洗嘅時候呢，就將嗰啲金箔洗翻落嚟嘅時候呢，可以整翻嗰啲黃金出嚟㗎。其實真金整咗落去嘅，所以呢幾十年上大半個世紀嘅時候呢，你睇下嗰啲色水嘅時候呢，都係金赤色響度㗎。即係抗日戰爭嘅時候呢，就日本鬼子嘅時候呢，就向嗰啲軍車呢，向嗰條巷嗰度車上嚟嘅時候呢，就向嗰間屋嘅嗰個牆壁嗰度呢，就打咗一個大個窟窿響嗰度。嗰啲係現靚嘅。哦。嗱，落邊嗰度呢咁超醜嘅。
唔同啦。日本仔就響咗嗰個大角窿洋嗰個位置啊。喺喜鳳環村，華僑對故鄉嘅感情亦都好深。咁佢哋分別集資修建咗喜鳳環嘅水閘同埋學校。過去嘅喜鳳環村地勢比較低，每次到咗汛期，赤洲河水一漲，好多地方都會被淹沒。咁解放前嘅時候呢，經常啊受嗰個洪水危害嘅時候呢，即係一浸嘅時候呢，入邊嗰啲屋嘅時候啊，就係我哋嗰個內部嗰間屋咁樣嘅時候呢，就嗰啲水呢成日從嗰個門柴嗰度就係咁樣浸落去嘅時候呢，啊年年都受浸，所以呢威脅好大。啲魚都喺入邊游啊？係啊，啲魚都游到入邊屋企㗎，有魚游到入邊屋企㗎，即係好低。啊，到後尾嘅時候呢，就華僑啊咁樣各方面嘅時候呢，就捐資嘅時候呢，就向嗰度呢就建設咗嗰個水閘，所以基本上嗰個洪水嘅問題嘅時候呢，就已經徹底解決啦。超過翻查啲舊資料咧，咁其實喺60幾年前嘅喜鳳環村咧，發生咗一件好轟動嘅事情，就係陳立德嘅飛虎隊啊，美國嘅一個飛行員飛機咧飛到呢度嘅時候，俾日本仔咧係打咗落嚟啊！咁其實咧，當時呢個飛機係跌咗喺邊個地方嘅咧？哎呀嗱，當時咧呢件事真係好轟動嘅。陳立德嘅飛虎隊嘅飛機同埋日寇嘅戰機咧，就喺珠江口進行激戰啦。其中咧，陳立德嘅飛虎隊一架戰機中咗彈，一路咁咧墜咗落嚟呢個地方。嗱，喺我後邊呢個地方，咁當時咧飛行員係美國人，咁佢咧俾我哋嘅村民李東就救起咗。嗱，具體嘅詳情咧，我同你恐怕都好難知道。我哋仲係入去村揾翻嗰啲村民嚟講解當年嘅事件啊。1940年，中山淪陷。赤洲河邊嘅喜鳳環村經常都會遭到日軍炮艦襲擊，而山上嘅喜鳳環學校就係因為日軍炮艦嘅襲擊被毀嘅。當時呢，日本仔係侵略我哋中國嘅時候，就係向上邊嗰間喜鳳環嘅校舍嗰度嘅時候呢嚟投彈。咁當時嘅炸彈炸落嚟嘅時候呢，因為嗰個重量呢就係唔係好大個嘅，大概都係嗰個5磅4嘅連號咁大個嗰啲炸彈。咁炸到嘅時候呢，當時呢大概係下晝2點零鐘咁樣啦，啲學生呢仲未返學，所以佢呢炸嗰個炸彈嘅時候呢就吹咗落嚟呢嗰個池塘背後嗰度呢嚟到爆炸。67年前，喜鳳環一位農民李東救起美國飛行員嘅故事，到而家仍然被呢一度嘅村民所傳頌。咁嗱，當時就係1943年嘅12月1號。咁聽我爸講咧，就話嗰部美國飛機就俾日本仔打落嚟。我啱啱轉喺嗰度咧，睇到嗰架飛機話咁樣，佢即係就嚟跌㗎啦，即係飛到好低㗎啦，個飛機啦。咁你一擦過咧就咁冇幾然咧就中咗落嗰個天幕圍嗰度啦。咁打落來之後，我爸就啱啱喺嗰啲角喎，咁見到嗰個情形咧，就行過去將個美國飛行員救返屋企。救起呢一位飛行員之後，村民驚住日軍會進村搜索，於是李東連夜帶住飛機師離開。救咗翻屋企之後咧，就幫佢換過晒啲衫啊，煮咗飯俾佢食啊，咁咧就一路帶到佢去到桂林美國空軍總部，咁喺美國空軍總部就逗留啱好似1個月。李東救起嘅呢一位美國人叫做威廉斯，佢奉命轟炸珠江口敵艦同埋港島上面嘅軍用倉庫，但係估唔到會遭遇到日軍戰機。經過50日相處，兩個人成為咗好朋友。時光飛逝，咁雖然而家李東已經去世啦，咁但係通過威廉斯嘅信件，我哋仍然可以睇得出呢一位美國飛機師對李東嘅感激之情。今日嚟到喜鳳環村尋找美麗鄉村啦，嚟到呢度咧我都唔想走啊，因為呢個地方咧的確係一個風水寶地，咁而且咧仲有咁開闊嘅田園風光添。係啊，嗱，呢度有山有水咧，有廣袤嘅田園咧。嗱，其實咧即係話，只要我哋咧能夠細心一啲，去到下農村，體驗一下我哋農村嘅原生態環境嘅時候，你都會揾到好美麗嘅景色，同埋咧好心情舒暢嘅一個境界喺度嘅。冇錯啦，如果你有時間同埋有心情咧，不妨咧開車到周邊嘅鄉村去走走，一定會有意外嘅發現嘅。